看到了动物受苦受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慈悲心也会被牵引不完呢。哦，剑来哈，就是比较高傲哈，哦，这种人会合力就会自保，没错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慈悲心的。哎呀，中了，他现在叫做莫情莫法，诸天仙佛都来救众生呢。诸天仙佛在哪里？这个也叫做诸天仙佛嘛。佛是众生嘛，那我们人也是诸天仙佛啊。那诸天仙佛只是无形象的诸天仙佛嘛。是指我们的那个灵性那个无比自信慈悲的心。哦，哦，哦，啊，哦，哦。好，那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慈悲心哦。